美国本地是要加重关税说临时化因后，是因为加拿大、墨西哥两个总统有答应讲会派兵严守边界，防止类似鸦片的机艇坐入去美国了后，川初三宣布延后施行30天。那对中国商品扣10%关税规定呢，是照时间来举行。不过，中国在今仔日也宣布，要对美国的涂炭、天然气、原油等商品扣10%到15%的报复性关税。川普2点控的新关税计划宣布，还未到48点钟就出现事故湾。加拿大、墨西哥两个总统分别甲川普通电话，承诺会派1万名士兵加强边境管控，搁打击毒品，为鸦片机艇坐进入美国。川普就宣布新关税会暂缓实施30日。Other than that, we've agreed to talk and consider various other things. We haven't agreed on tariffs yet. 加拿大、墨西哥、中国是美国的前3大贸易伙伴国。当年贸易规模达到2兆1000亿美金。美国股市初三一开盘，3大指数利空全面落盘。道琼工业指数捌大盘600点，纳斯达克指数佫较是捌盘超过2%。盘中传来墨西哥甲川普达成协议的消息了后，美国股市盘后才渐渐回稳，中场以盘较少收盘。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初三举行记者会，说明伊甲川普画帕拉坎的过程。Me preguntó que cuánto tiempo quería poner en pausa. Le dije, bueno, pues vamos a ponerlo en pausa para siempre. Y me dijo, bueno, pues, ¿cuánto tiempo? Le dije, bueno, vamos a ponerlo en pausa un mes. Y estoy segura que en este mes vamos a poder dar resultados. Buenos resultados a su pueblo, buenos resultados al pueblo de México. 最近努力想要甲川普沟通，但过煞一直踢到铁板的加拿大总理杜鲁道，用报复性关税了后，初三一日以来接到川普2摆电话，即马局势有转机，但过反美的气氛煞已经伫民间散开来。Canadians are furious. They're upset. They are not buying American goods all of a sudden. They're looking to see on the label where things are made. 为美东时间初4饭店起对中国商品扣10%关税规定是如期实施，但过川普初三表示，伊得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。We'll be speaking to China probably over the next 24 hours. 但不过，初四下到北京当局宣布，初十起会对美国的碳、天然气、原油、农业机械、大排量汽车、皮卡车等80多项商品扣10至15%的报复性关税，佮会以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之名，对美国科技头角谷歌公司立案调查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